秋季日光明亮温暖，骑乘单车经过两侧枫树林，悠游在新竹峨眉湖畔，观赏成群栖息在湖中的白鹭鸶之余，走到杏毛埔吊桥，这湖光倒影，水天一色。在它的制高点呢，可以看到我后边的台湾海峡，在我的右边的四头山，在我的左边的弥勒佛。眺望不同景色的12寮步道，有72公尺的弥勒大佛高高耸立，相当于24层楼的高度。而全长7公里的自行车道，从复兴庄出发，沿着峨眉湖到杏毛埔吊桥，沿途还会经过12寮休闲区，欣赏湖畔景色。来这边路上都有多号。走完路程，接着来到农场，要好好的放松一下。七尺千来问秀才，客家诗歌悦耳节奏，让这群从台北来的游客们不自觉跟着吟唱，跟着实际体验客家文化。水马级没有技术，大地就好了。搭锤子往石臼里不停地倒，大伙儿有点手忙脚乱，但总算倒出还像样的起拔来。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啊！把心和感情放进去，大家了解到原来糯米也会呼吸。探索体验之后，别忘了来品尝道地的客家饼。百年饼店得从做饼的工具说起。平了之后，就表示它的点在哪里，就是几斤几两。秤杆上的称心用来判断重量。等到两边平衡，就是饼的重量。黄澄澄的猪油饼，冬瓜、芝麻，从外皮到内馅，细软黏腻。这款古早味让各地游客们好像是约定好似的，频频采买。慕名而来的人，我有吃的好硬，可是今天又好吃。生活水平高了，所以会平常都可以吃得到这个东西，所以我们才会做小的。那猪油饼客家话就是猪油饼，用不能取代的手工技艺代替语言。周休假日来到新竹峨眉，感受客家人的简朴精神，古早味饼中的这一抹甜蜜，蕴藏着老一辈的心意。秋阳枫红中，弥勒大佛庇佑普罗。客家诗歌里风土民情温暖动人，而古早味的心意给了最甜蜜的感动时刻。